春山，好久不见啊！好久不见。你搭讪的方式还是老一套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你今天就来上班了？你知道我在这附近上班？对啊，是我向董事长推荐的，说你设计水平非常高，还把你的作品收集给他看了，董事长非常喜欢。但是我没想到你真的会答应来这里工作。做自己喜欢的事，我为什么要拒绝呢？这几年，你过得好吗？你说你离开的这段时间吗？挺好的，去孤岛旅了个游，认识了几个新朋友。设计嘛，休息一段时间更得心应手了。你过得好就好。换句话吧，其实偶像剧的台词不适合你。我当时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其实这些年我一直都没忘了你，一直都想再见到你。之前是我太疲惫了，没能整理好自己的情绪，所以才会离开你的。我理解，当时我和家里闹崩了，一无所有，你离开我也是情有可原。爱情里没有是非，只有选择。但是如果重新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，我一定不会离开你了。所以我才会做这么多，让你来这家公司，就是因为我想重新再选择一次。你没有机会了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以后就是同事了，多多关照吧。回来了。你就是深爱，对吧？你想问什么呀？回答我是不是？是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怕我说了你会害怕。你之前不是也说了吗？如果这个世界上有像我这样的人，估计就会乱套了。江淮，你不害怕我吗？刚开始猜到的时候，确实挺害怕的。可是后来想通了，就不怕了。学姐，就算你生活了那么久，可你也像正常人一样，会难过，会开心，你也一样会吃饭，会睡觉，你也是像普通人一样生活。而且，学姐你那么善良，我为什么会怕呢？不离家出走了？不了，再也不走了，我就要留在这里，每天给你做好吃的。我饿了，我去给你做饭。吃什么呢？不准吃泡面。可是泡面很好吃啊。就是不准吃泡面啊。喂，你到底是谁？照片里面这个人是谁？他拿的是什么东西？是不是他杀了我妈？你是对我感兴趣呢，还是对照片里这个人感兴趣呢？他是病死的吗？不，
他是被人谋杀的。但是吴先生，您的母亲被人谋杀了，您不生气吗？不愤怒吗？打算就这样放过凶手了吗？如果您想知道的更多，那我就会告诉你更多。林董事长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还是为顾十一的事来的？顾十一的确是个优秀也有潜力的艺人。我的条件已经开得很优越了，不知道林董为何还拒绝呢？顾十一想跟他的朋友作为团体出道，这是顾十一的选择。小事，我可以把整个团都签了，这样可以了吧？李总，您这是强人所难。我很佩服你，能够把艺人训练成这个样子。林总年龄应该不大吧？听说父母早逝，没有很好的家庭背景，还能接手英华这样的公司，真是不错。过奖了。敢问林总今年芳龄？24。24岁，这么年轻。不知道想不想跟 S2 做一些其他方面的事情呢？我们可以细聊。像你这样的人才，我不会轻易放过的。以后再聊，合作愉快。是他没错，声音、样子、动作，就是那个人。用所有渠道调查林贝拉。2000年那年，他到底在哪里，在做什么？好的。